你身份證上面有冇3粒星呢？你知唔知道呢3粒星就係好多人都以為係代表香港永久居民，但係其實唔係咁簡單㗎。根據入境處嘅資料，3粒星係1987年開始實行嘅出入境簡化計劃，入邊用嚟識別身份嘅符號。以前香港人返內地或者澳門要攞回港證或者填表，之後有咗呢個計劃之後，只要你身份證上面有3粒星或者有個 R 字，就唔使再用回港證，可以直接出入境㗎啦。咁你知唔知道3粒星係代表咩呢？咁咧3粒星啊代表咧，其實持證人年滿18歲，有資格申請回港證。咁咧 R 咧就代表咧有香港嘅入境權。咁咧符合咧呢兩個條件咧，就唔等於咧你係永久居民嘅。咁其實點樣先至知道自己係咪永久居民呢？咁啊簡單睇下身份證正面嗰行字啦。咁如果香港居民身份證但係冇永久嗰個字，咁就唔係永久居民噶啦。咁仲有咧就係永久居民咧喺身份證嘅背面咧有一句咧就係本持證人擁有香港居留權。咁呢句字咧只有喺永久居民身份證上面出現嘅。所以咧，其實唔好單單靠嗰3粒星咧，就去判斷一個人係咪可以合法喺香港工作。呢個誤解咧，好多市民都有嘅。其實連法庭咧都有時會錯嘅喎。係啊，所以講到僱主請人啦，根據入境條例，如果僱主請咗啲唔可以合法受僱嘅人，例如非法入境者啦、逾期逗留啦、被遣返或者係遞解出境嘅人士啦，最高罰款50萬同埋監禁10年啊！咁啊，公司嘅董事、經理、秘書、合夥人都有機會要負刑責㗎。高等法院咧仲頒過一個判例指引，如果請非法勞工嘅僱主要即時入獄㗎。所以咧，根據判例，僱主係唔可以淨係睇身份證，仲要查清楚求職者有冇合法文件證明可以喺香港工作。如果求職者冇永久居民身份證，僱主就要查埋佢嘅有效旅遊證件。如果唔查清楚，唔可以話自己唔知就冇事㗎。違例嘅話咧，最高可以罰款15萬同埋判監1年。入境處都講明會繼續嚴正執法，打擊僱用非法勞工。係啊，總結一句啊，有3粒星咧就唔代表你係永久居民，不過冇3粒星咧又唔代表你唔可以喺香港合法工作喎。咁所以最穩陣咧就係僱主要查清楚身份，睇埋旅遊證件，唔好淨係靠估，唔好靠符號。希望咧呢段片咧可以幫到大家釐清誤會啦，保障自己同埋公司。如果你係僱主，記得要做足功課；如果你係求職者，都要準備好合法嘅文件，避免誤會。有出入境事宜嘅需要咧，就記住揾律師幫手，留言聯絡我哋啦。